南上山野果酱，佮甲切好的山野丁放起嚟做装点，手做的山野龟苓冻就做好啊。餐饮业者响应台南市优先照顾弱势的施政理念，邀请家扶中心经济弱势家庭100名儿少甲家长来到餐厅享用大餐。享食天堂非常着重社会责任，所以呢，能够携手教福基金会，那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能够一起跟他们合作，提供给我们很多好朋友跟很多小朋友一个快快乐乐的一个buffet，然后快快乐乐的自助餐一起享用。那我相信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，尤其在暑假大家都非常开心，过暑假的时候更应该想到我们许多好朋友哈。那特别谢谢享食天堂，他们在全国各地办了好多场，但在台南这一场，我们特别表示高度的谢意以及感谢之意。市长黄伟綽特别到场，致敬感谢政府餐饮业者，希望透过公益活动推展公私协力，创造爱心资源上大效益，号召更较侪民间团体企业共同成为弱势守护者，市府嘛持续连接各界资源，让台南充满温暖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